in the 5th WBSC Youth Festival World Cup in Tainan, Taiwan in accordance with its rules, accepting all decisions made by the umpires and officials, and in acting with all our strength to withstand sportsmanship for the glory of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and the honor of our teams. 好，谢谢。 WBSC Under 12 Softball World Cup and 5th Under 12 Baseball World Cup was complete impartiality, respecting and abiding by the rules that govern it in the true spirit of sportsmanship. 大家听得声音。来，我们继续把声音借给电红来的大家，一起来请台湾，请台湾，中华二霸，一个好个。我们用力把我们家中去加油啊！1、2、3，来，请台湾，请台湾，中华一霸，一个好。经过许多日子的努力，我想说，我们的 U12棒球赛终于在今天顺利开幕。但是开幕只是一个过程，我们要圆满办好所有的赛事，这才是我们的目标。那估计从现在开始到8月4日，我们台南市政府不仅是教育局体育处的事情，是台南市政府的事情，我们一定尽全力来办好这个比赛。那务期让所有的选手都能够对这个球场以及对台南市留下正面而深刻的印象。那么，刚刚这个辜仲亮理事长有提示到了，是希望说台南市能够新建未来的这个世界少棒博物馆。这个部分我们会慎重的好好考虑，因为过去也曾经有议员在总咨询的时候提出来。那我觉得其实这是相当有意义的事情。只要在经费许可、能力许可、人力许可的前提下，我们不排除要来好好的去思考这个问题，来规划。那对于永久场地不永久场地的问题，很多事情不是客观条件，还是需要主观意愿。因为台南市就算办得好，就算我们的硬体、软体都不错，但是如果有别的城市或者是别的会员国，他们觉得说都是你们台湾在办，那就变成只是在地化，就没有缺少国际化的话，那未来有可能不一定是在台湾主办。那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主观的问题，不是一个客观条件所能完全决定的。所以呢，我们只能说我们把赛事办好，其他就不是我们的事情了，不是我们能完全决定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我们会好好的把先决条件做好。如果赛事办不好，以后一定轮不到我们；如果赛事办得好，以后还有机会。这里是我们的一个立场跟态度。